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今日咱来讲精讲硕士宪文。较早清朝时代，若讲要上京考教的细汉，士大人就请先生来教千字文，来教三字经。啊，若想要做生理的，士大人嘛会请人甲你教几句啊千金谱，互你会捌字。啊，无论读什么册。慢慢，你家己会捌字的时阵，你就听好找一寡书来读。其中有一本伫民间真实行的《精讲硕士宪文》，就是将真侪历史上的名句捡做伙。国情啊，细汉的时阵，阮老爸就读硕士宪文，互我听。内底有真侪古早人的知识。硕士宪文讲：观今宜鉴古，无古不成今。古早的代志，咱加减捡出来参考。像讲食酒介毋好。这内底硕士宪文，原来有咧甲咱提醒。头一句，咱来讲酒逢知己饮，死向会人吟。食酒的人，就是当着知己的，迄饮了才会感觉够气。啊，若吟诗答对的人，人都听无。你对牛弹琴嘛是无效，你着爱拄着迄个会晓的人，你甲伊吟，吟了大家才会欢喜。你也捌，我也捌，两个互相会当体会。这个会，原来两字音。我会当体会的会嘛一字，a 甲 b 迄个 a 原来共一字，这就是读册音甲白话音。死向会人吟，阮咧做节目嘛共款，毋敢讲要做全国2300万的观众朋友拢会满意。毋过你若看会下，你了解阮的心情，阮就真欢喜。啊，讲食酒，虽然酒逢知己饮，毋过硕士宪文内底还佫一句，咧讲吼，当着知己的嘛毋通啉过头呢，因为确实一滴如甘露。水后添杯不如无，就是讲喙焦、高咳的时阵，啉一滴啊，đảm着啊，袂输敢若甘露水共款。热天时啊，阮阿母若烹一杯伊兄青草仔茶互我，哦，安尼消透心情真好。毋过就算知己啦，大家已经啉甲酒醉啊，水后添杯，迄更加毋通。讲剩淡薄仔尔呢，一杯半半的呢，迄千万都毋好安尼做。搁来讲，这个添，这个添原来两字音。较早咱咧听吕柳仙咧念《十殿阎君》，讲十殿阎君发罪严，好心好行再加添，阴间定数袂走闪，好诶无人敢犯嫌。加添那白话就是讲做天，天淡薄啊，加淡薄啊。啊，搁来食酒诶人上要紧讲，最后添杯万一，这就是因为讲酒都无在条长，无在条长。硕士宪文原来一句甲咱教，讲略要断酒法，醒眼看醉人。你若讲吼，啉酒啉甲毋知通啊长，一步足简单，你目睭金金甲看，看啥？啊，着看恁遐烧酒盘、食酒醉的样相啊，绝对有才调解会长。